学会这2个方法，你也可以把爬音弹得又快又准确。我们在弹爬音的时候，因为距离太远，这个时候用穿指已经不够用了，我们需要用平移的方式。那么什么是平移呢？比如说我们弹哆咪嗦，保持这个架子，把它往上挪动，这个就叫平移。第2点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学会重心的转移。比如说我们先弹哆咪，哆弹完之后，你看我的手指迅速往咪靠过来，咪嗦也是一样。你看在这样的2个音里面已经会有一个倾向，这也是我们跑动的前提。然后哆咪嗦弹上来，哆咪嗦。第2步我们加上哆，哆咪嗦哆，哆咪嗦哆。第3步我们加上咪。记住，我们在往上的时候是整个把位的移动，而不是单个手指去找。最后我们加上哆咪嗦，就可以实现连贯的爬音演奏了。